Hello， 大家好，我係阿飛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因為有好多長期戴假髮嘅人咧，反映咗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夾仔嘅呢個位置啊，戴耐咗之後咧會導致甩頭髮。但係其實咧呢一個問題咧唔係假髮本身嘅問題，而係你佩戴方式冇用啱。咁呢一個問題佢就係主要咧，因為你嘅夾仔喺一個地方長期單一咁樣喺一個地方持續咁樣受到拉力，進而咧進入呢個休眠期。阻礙咗頭髮嘅生長，所以久而久之之後咧，佢就會甩頭髮。但係其實係可以避免嘅。首先咧就係我哋夾嘅時候嘅受力你控制好咧，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你可以左右交替咁樣去將呢個夾仔嘅位置換一換，一段時間用喺呢個位置，再一段時間咧就將佢改成兩側咁樣咧，就可以通過呢個輪換嘅分散，去令到呢個毛囊嘅受力咧唔會單一咁樣一直喺一個地方啊。咁你就可以避免呢個問題啦。如果大家對戴假髮有任何嘅問題咧，可以評論區打出嚟，我哋一齊去討論一下。